请收看《民视6点》晨间新闻。大家早，今日是7月30日，禮拜四。你即擺收看是《民視6點》的台語新聞，我是廖天英。首先，依然要來關心這日本的地震吼。遭遇大地震的這個日本熊本，台灣時間拜三昨暗，佫發生規模5.8的地震啊。咱喺畫面中會當看到這地震的當中，點佇熊本天草的錄影機搖甲足厲害的。另外，北台同款感受到天搖地震。這個地震是伫台灣時間拜三的暗時9點19分，規模5.8。民眾就講一開始感受到小可的搖爾爾，隨後緊急地震的速度就彈起來，大約有10秒到15秒左右。這個地震上大的震度是5弱，出現伫熊本縣北台市、上天草市、天草市，好佳在是無大海中的風險。另外，這船內沿海移風發電廠也攏無出現異常的情形。日本熊本的大地震了後，大型的一間商場用往孟樂城隨後就爆炸，拄好被行車記錄器翕到這恐怖的畫面。日本自衛隊的這個空襲機以及消防人員也入去到商場內底，讓外界了解這爆炸的威力。目前各方面在研判，應該就是液化石油氣，就是亞速起爆的可能性上介大。消防專家也推測，這件事件已經接近到這爆轟炸的這種的程度。